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昨暗时伫个宜兰五吉的公营北路发生一桩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轿车唔知是虾米原因，凶冲去对向的车道，而且佮连续弄2台车，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这个细陈的驾驶伊是当场无性命的现象，送医是救无回来。也那另外4个伤患因是共一口罩，加在拢是轻伤。正是冒气，车头规个拢甲冒气，就知影迄当阵冲击的力量有偌大。38岁姓陈的查甫人，在 Mini Cooper 沿着公园路桥路南要去路东，唔知什么原因，速度正紧冲过安全岛，去弄到对向2台车才停落。就看到一台就是 Mini Cooper 就整个飞起来，然后就撞到那一台 T 打，然后他刚好又波及到那一台。这台 Mini Cooper 先去弄到红色的日产轿车，车内一家伙4个人，包括2个囡仔拢送病院，好佳在拢是轻伤。尾伊个弄到驶伫咧外车道的另外一台马自达，虽然车内一男一女无受伤，不过也惊到坐伫咧路边。开一开，它就飞过来，这样啊，就飞过来了，我怎么知道？被吓到了。Mini Cooper 38岁姓陈的男驾驶当场无性命现象，早便抢救不恢复心跳，不过伤势严重，到暗时也是宣告死亡。跨越车道这一辆事故车驾驶已经有欧卡的现象，那 B 车连驾驶4位，目前送医中。那 C 车的部分，驾驶跟乘客2个是没有问题，平安无事。意外现场停真侪台救援车辆，车拢无法度过。不过为什么 Mini Cooper 会失去控制，连续弄到2台车？警方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